有時候我哋會因為出汗而生瘡、頭瘡，因為生瘡會牽涉到炎症問題㗎啦，所以需要用到消炎嘅產品去舒緩紅腫。IC Expert 脫毛護理孖寶就係好好嘅消炎產品。咁首先防倒生精華咧可以舒緩紅腫敏感，減少倒生毛；而毛髮延緩三效乳液咧可以延緩毛髮生長週期，更能夠暖白緊致私處。呢對孖寶唔單止容易吸收啦，效果顯著啦，而且唔容易令皮膚敏感。脫毛後咧1至2日後就可以使用。如果有毛囊紅腫發炎嘅狀況，除咗可以內服保養品咧，更加可以搽翻脫毛護理孖寶啊！內外兼顧啊！每個人都中意睇靚嘅美好嘅事物啦。以前男士間流行健身，目的都係想自己更健康、更靚嘅。而家佢哋開始注重私處護理啊、保養啊，係對美嘅更高、更進階要求。男士們啦，唔單止會敷面膜保養面部皮膚啊，改善膚色不均啦，更加會在意私處保養啦。希望俾另一半睇到嘅時候都可以令對方開心。